我们把佛像和圣塔里面的空间填满，为的就是增加这些物品的加持力和力量。如果我们供奉空的物品，这就会我们制造一些障碍。那这个把佛像和圣塔里面的空间填满的动作，就被称为装藏。在装藏佛像和圣塔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在每一层放入不同的物质。在最高那层，我们会放入一些和高僧喇嘛有关的物质，比如他们的舍利等等的圣物。第二层，我们会放入和密续有关的物品，例如本尊像和经文等。这些物品也是依照4部密序来进行排列。接下来第3层的物品就是一些佛教经典和高僧喇嘛的著作。最后一层呢，也是最底部那层，我们会放入与佛教护法神和赐财本尊有关的物品，还有其他传统物品以及各种吉祥物等等。所有和斋杜古仁波切舍利殿有关的装藏工作已经持续超过1年了。现在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进度。关于建造仁波切舍利塔的计划，我们是依据名为《白金境界》的佛教经典里的指示来进行装藏的。这本典籍提供我们完整且仔细的指示，一步接一步，详细指导整个装藏过程。我们也尽力严格按照里面的步骤。那针对单单只是舍利塔这部分，就让我来给你讲解一些例子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了由白檀木制成的命柱。制造命柱的过程也不简单。在砍树之前，我们先做了一场法会，然后才把命柱做成准确的尺寸和形状。之后，我们把命柱漆上红漆，再用金墨把咒文以藏文写上，然后在把它放入圣塔的中心点之前，我们把2种圣草绑在命柱上，再用黄布把它包起来。我们收集了很多传承上师和一些高僧大德的圣物，比如说他们的舍利、圣骨灰、袈裟、头发、指甲、念珠和甘露丸。这些圣物的力量都是非常强大的。透过这些圣物，人们可以跟佛法结缘。我们是根据经典里的内容准备了装藏的物品，其中包括不同种类的草药、香、金属、石头、茶叶、珠宝、钱币、武器，来自一些圣地的水、泥土与世界各地的水和泥土等等，总共有超过900种的独特物质。这些东西都给圣塔注入了吉祥的能量。我们依照高僧们的建议，举行了所有所需的法会，这包括装藏前的加持法会，以净化和加持要装藏放进去圣塔的物品。一旦装藏完毕呢，我们也会举行另一场开光法会，来加持和迎请诸佛菩萨融入圣塔或佛像中。要凑足这些物品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有些物品比较难找，也比较难得到，甚至有一些在马来西亚是找不到的。庆幸的是，我们和各地的寺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才能透过他们的帮助，获得我们所需的东西。这个项目的特别之处就是我们在制造非常殊胜的舍利叉叉，里面的舍利就是我们的上师迦杰赞杜古仁波切的舍利。每一个叉叉都是由仁波切的弟子亲身在科切拉禅修林里制作。我们是从制作叉叉的模具灌入树枝或是石膏液体，检查与修补，然后还经过法会的加持。叉叉里我们注入了仁波切的骨灰与护法加持过的米。由于宗教意蕴丰富，制作又非常精美，因此叉叉往往也是珍贵的藏传佛教的艺术品。我们的叉叉有12位不同的佛菩萨，他们是白度母、宗喀巴大师、尊生佛母、无量寿佛、金刚瑜伽母、文殊菩萨、金甲衣护法、多杰雄灯基金像与愤怒像、西者、金者、旺者、杂者而组成的。我们的团队为了做出可以储存更久、成品效果出来非常精致的叉叉，因此做了非常多的资料参考与实验。因为我们希望可以精益求精地把每一个佛菩萨做得庄严又精美。
那么材料方面，我们选用了人工树枝与石膏来制作渣渣，因为这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找到最适合制作渣渣，又可以达到储存非常久的材料。我们的目标是制作1万个渣渣，目前我们已经制作超过了6000多个，我们正在加紧脚步制作，希望可以如期尽快完成。在装账准备中，最主要的部分是经咒文。在众多63种经咒文中，例如占都古仁波切和其他传承喇嘛的名咒、各个菩萨的经咒、护法神咒文以及传统的吉祥文等等。我们必须很小心地处理这些众多的经咒，因为不同的经咒必须放置在不同的部位。在这项舍利塔的计划中，用来包裹经咒文的都是从仁波切圆寂仪式上用过的东西，例如帘子和其他装饰物。在剪经文的过程中，可以让我们的思绪更加专注、平静和有耐心。因为当我们一刻的不专注，可导致经咒文松散，又或者必须重新卷起。卷经文时需要专注、安静和有耐心。卷经时最好不要闲聊，必须专注和念诵咒语。因为卷经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帮助我们净化言语的业障。我们印制了360万的经咒文。目前已完成了70%的卷经和裹布的工作，进度还算理想，但我们将继续印制到500万经咒文的数量。我们也准备了许多较小的佛像，一共装藏到仁波切的舍利塔和其他大型佛像及佛塔中，小至4寸，大至22寸。我们一共要装藏超过900尊佛像。我们必须把每一尊佛像做里里外外的清洁工作，并用传统混合物将其净化，再将圣物和经咒文植入，同时在佛脸供上金粉、珠宝和锦缎，以示无上供养。我们希望所有的经咒文和佛像能在3个月内完成，以便装藏。在这庞大的项目中，我们很幸运能够获得仁波切弟子们和志工们的热烈帮助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有的志工不得不待在家里帮忙，所以我们制作了视频和图片来说明如何卷经文，然后再把经咒条邮寄给他们，然后透过电话或是 WhatsApp 不时检查他们的进度。我们由衷感谢大家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，谢谢你们。2020 3月直到今年2021年3月，我一直都在做师父的叉叉。我们Kachara有一个 project 是师父的舍利子。我认为我是一个师父的弟子，我一定要有那个依止性，顺从师父给我们的教诲。所以我想这师父可以趁愿归来快一点，所以我就决定要把这段时间做好这个项目，师父的展示可以尽量的回来。我希望我的一小步，大家一起完成，让师父可以尽快的回来 Kachara， 让他可以弘扬佛法，利益一切的众生。我是从2018年开始认识Kachara，会来这里当志工是因为这里可以学习很多新的东西，可以累积功德。每次进来这里当义工呢，就好像有一种充电的感觉。我虽然没有见过仁波切，但是我还是回来当志工，是因为我想了解更多佛法，更多about karma merits， 而不是我只是去庙拜拜就结束了。自己本身是有经历过，我所累积的功德可以把我达到心想事成这样子。以上就是自2020年初装藏仁波切舍利塔以及为舍利殿项目所做的工作进展报告。如果你有意供养任何一个装藏物，请联系我们，谢谢。